开会方式，甲咱用这个公民咖啡馆开会方式吼，完全拢无共。第一就是讲，古早时代咧开会吼，迄个啥管理吼，主持人上大嘛。但是即个会议，公民咖啡馆是平等的。吼，发言的时间，迄个传统的会议吼是有限，但是公民咖啡馆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有管理，每一个人拢会当讲话。吼，啊参加的人，迄个传统的会议是有限，但是公民咖啡馆是会当无限制的人数啦。吼，啊这个进行的方法是，传统的会议是非常的严肃，但是咱这个公民咖啡馆吼是非常的活泛。所以你看你伫恁的桌啊，吼，拢看袂出啥物是主持人，吼，啊啥物是记录，吼，所以这关系足平等的，吼。啊互动的方式，吼，传统的是咱，吼，啊咱这个公民咖啡馆是强。所以即马吼，咱台湾即马足侪企业吼，也是足侪民间团体，甚至是一寡学校吼，拢做爱用这个公民咖啡馆的方法来讨论啦，吼，来后一页。吼，啊安尼讲了吼，咱较点要怎就是讲吼，第一轮，我相信咱头段拢足早来嘛。所以，咱个组长拢做热心吼，道长拢甲大家有一定迄个熟悉交流过吼。但是因为咱较啲会议要进行，嘛是照常讲，一开始吼，一个人5分钟，吼5分钟自我介绍，每一个人差不多1分钟到2分钟啦吼。再来就是讲，咱即个道长吼会根据咱即道吼要讨论的问题，伊会做一个说明。吼，比如说咱第一道是叫做宣传甲行销吼，啊，组长提道长的。简单做一个说明，说明了后，每一个人开始会当将你的问题吼提出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吼，咱倒啊吼有即个便利贴看着，一个问题写一个答案，吼，啊，你会讲啥要一个问题吼写一个答案吼，就是讲，因为你也有问题毋捌的时阵，咱会当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嘛，啊，所以你有5个答案的时阵，咱会当做分类，吼，还袂讲吼一张纸拆做5张。吼啊，哩啦啦，吼啊，第一轮吼，你讲了后，啊，你若搁讲第二轮你有问题吼，咱这个道长会当搁互你补充说明。最后3分钟，咱这个道长吼会根据吼咱第一轮的结论吼，伊来简单来大家做一个结论的报告。好，啊，即马第一回合了后，换倒，吼来换第二题，换倒了后共款自我介绍。来，咱这个道长吼会针对第一轮的结论做一个说明，安尼吼你就免搁吼重讲一届嘛。吼，咱第一轮若讲过的问题吼，咱第二轮就莫搁讲啊。吼，啊然后伊迄个道长吼结论说明结束了后，伊会当针每一个迄个组员吼来参加来，咱针对吼你的看法吼提出你的说明，然后搁补充说明。最后5分钟，咱这个道长吼共款。会做一个结论，好，啊来转过来第三轮，吼，到第三轮的时阵吼，哦，要安尼剩1分钟，我毋是10分钟吗？我10分钟吼，我后要喘息吼，我本来10分钟吼，哦5分钟啊，因为我也无讲详，我也无讲做详细吼，咱会听无清楚，就毋知影要讨论。哎呦，毕竟我加规，你敢知？愈讲愈喘安尼吼，啊，即摆来第三回合就是讲吼。自我介绍共款，吼，自我介绍了后，咱即个道长吼会针对第一回合甲第二回合的结论做一个说明，吼，所以你有注意到无？咱会愈讨论愈深，吼，所以一开始可能加问题，来有答案，啊，佫有策略，啊，佫有目标，吼，啊来看法讲了，佫补充说明了，啊，佫最后的3分钟，咱的道长吼，咱的组长吼来根据咱。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、第三回合的结论全部来大家做说明。好，来，咱这讨论吼，基本上咱今仔日会来这个所在参加，拢是对这个台语台足疼惜吼，因为这是咱民间团体，咱台湾遮侪电视台，唯一是咱台湾人民吼，安尼吼，安尼争取来，所以非常的无简单啦。啊，咱这个台长也足优秀的，工作人员也足优秀的，所以咱也无好啊来疼惜吼，咱这以后节目吼。也是电视台，咱做偌久咱嘛毋知，吼，所以咱今日讨论就是讲，咱就是一心要为着这个电视台会好，吼，所以大家是真诚对话，吼，真诚对话。啊，这个意见收集了后呢，会当作为咱这个电视台以后吼，诶进步的参考的上重要的来源，吼，哎，后一个，吼，啊，所以大家的心态就是讲吼，你今有啥物想法，尽量讲拢无要紧，吼，毋免歹势。
因为你啊吼无创，即摆即个时代吼，你也无创新吼，咱就无想，无人就袂想要看嘛。尤其在台语台吼，迄个咱上调是讲老人爱看，少年人嘛爱看，是毋是？愈侪人爱看，咱这部的影响力会愈悬。愈悬了后，伊就会当变做一个足重要的台湾文化的火车头。吼，用这个电视台媒体来改变咱台湾的迄个体制甲文化。所以你嘛小看这电视台的威力吼，后一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咱组长就是吼，伊会今仔日会做轻松吼，鼓励大家讲话，吼，古早时代有一只主持人吼，为头到尾讲拢伊咧讲，内中无人咧讲话，但今仔日主持人袂讲话，好不？主持人会讲话啦，但是会讲足少的话，吼，伊也是鼓励咱讲话，吼，安尼知啦，吼，来过来，吼，所以咱的组长袂做强势，吼，你放心啦，吼，来过来。啊，记录会将咱每一项所讲的话吼，重点写。当然，咱今日要讲话的时阵，咱会当想一下了，写咧纸顶悬，安尼咧记录咧记的时阵吼，较清楚嘛，较袂走精去吼。来，好个，好啊，参加的人吼，就是勇敢提出你的想法，唔免歹势。我头拄有看到一个小朋友来参加，讲因，哦，来鼓掌，够好。你唔通小看这小朋友，那现在的想法比咱较精彩，你敢知吼？哦，啊，但是袂使像咱迄个艺人安尼啦，我袂晓吼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啊，即摆咱结束的时阵，咱有看到无？咱倒啊，有一张大海报白色的。咱今仔所讨论的结果，最后吼3轮讨论完毕了后，咱就是要用海报，将咱的报告。互大家知影，啊！你讲，啊，咱想咧做记录，写就搁画海报咧，因为咱今日有直播啦，所以咱今日所有的结论吼，咱写咧海报了吼，啊，电视台吼、网络拢看会到，啊，即个啊同有代时啊吼，咱有代时用讲的吼，甲用写的吼，咱即个袂，咱像用画个比用讲的搁用写搁较好。来，后一页，所以咱鼓励吼，咱海报自由创作，吼，看你是要画安尼，啊是要画安尼，吼，啊是要画安尼，啊是要安那书斋里。但是呢，这种海报你着爱伫第2轮来开始画哦。你若到最后时阵画绝对袂符。哦，所以咱来提早来画这种海报，来，佮刷来。哦，你看，最后就是讲，结果吼，佮像1分钟吼，结果了后吼，咱就是每一道的人来咱台仔顶吼，来将咱今日所讨论的结果来大家报告。啊，咱台语台吼，今仔日非常的好哦，有人准备足高级的即个咖啡甲红茶。啊，甲甜点，所以你讨论的时间，你也想要啉咖啡，吼，也是想要食甜点，你会当自由离开。啊，你若要便所，嘛是会使自由离开。啊，最后主办单位会送咱一领衫，吼，你看我即马身躯所穿这领衫，吼，会送互咱的每一个参加的人。但是吼，咱的组长甲记录吼，衫无够，事后还补送互恁啦，吼。所以今仔日的参加人一定有一领限量版的迄个台语的衫啦，吼，好。安尼我简单就说明到即嘛，刷落来，我要邀请是咱即个台文界上重要的老师吼，就是咱即个翁娇华老师来，鼓掌。咱做啥嘞？伊咧吼用简单的时间，甲咱介绍咱今日这5个题目吼，到底是要安怎讨论吼？哦，要安怎讨论较深入？所以咱即摆花声来鼓励者，欢迎来上面。感谢各位吼。这个台语台位7月1号，7月初1开播，到今仔日偌久啊？4个月。啊，咱台湾人4个月啊，创啥物货？对，今仔就是来收烂的。你嘛安尼看电视吼，啊，伫遐安尼甲人批评安尼吼，啊，咱拢毋知影，所以咱今仔日就是收烂大会吼。对，啊，所以就尽量各位甲恁的批评。指教意见吼，拢讲出来安尼。无客气。好，无客气。来，咱即摆吼分做5组，第1道吼是关，第1道哦，伫恁手册内底才有吼。第1道，咱的道长是车慧纯老师，车慧纯，哎，第1道吼慧纯，拄考一个台北市的台语老师哦，最优秀的高师大的体育。啊，伊的咱的副道长是陈品仪。是无？记录。对，啊无我先介绍道长就好啊吼。第1道咱上主要是宣传甲行销这个部分。假使讲你若对台语台目前的宣传甲行销吼，有啥物感受，也是讲想法啦吼，咱欢迎来第1台来占第1台，占
第一道吼。啊，过来，第二就是玉治甲戏剧节目的内容这个部分吼，咱请到张玉治来做咱的道长，互伊是目前高雄市建国国小的台语老师，嘛是非常优秀的高师大台文所的校友吼，所友吼。啊，第三就是讲，咱若针对新闻性甲知识型的节目内容有啥物问题，咱会当来占第三道。第三道是红塑胶所带领的新闻报告。高校高中，而且伊进前吼有真长的时间伫渔业广播电台，所以各位若有渔业方面台语，拢会当问伊哦，伊足厉害的哦，哈！咱台语台是毋是爱有渔业新闻？好，啊，第四就是中期展望，即个中期吼，长一个音就比长期嘛吼，所以中期、长期吼，啊，咱短期即个，其实中期的展望，咱共同的展望就是讲爱有高雄台嘛，对无？啊，即个第四道是蔡幸文道长，蔡幸文。啊，你是第五道，是才是啥第四道呢？歹势。有变动，安尼所以第四道是李基如先生吼，李基如。我无讲你毋知哦，李先生吼，伊翻译一本足有名的册哦，《湖滨散记》，《湖滨散记》的台语版，吼，所以各位若对《湖滨散记》有兴趣的朋友吼，私底下会当找李先生买册吼，真好看。来，我是算拍广告啊，这是地入性营销吼。啊，所以伊的中期展望的部分吼，对台语内未来的展望，甲台语内社会参与的修正的建议，拢会当来占即道吼。啊，第五就是台语文的推广，这就蔡幸文吼，咱幸文小姐是美丽的台语老师，是阮高雄吼四维国小的老师吼，啊台语，啊搁有伊即马已经是拢咧顺其他的台语课咧观课吼，啊伊即个中期展望的主题吼，是对台语台未来的展望，甲台语台社会参与的修正建议。即个我讲毋对，这是拄则李先生的即个部分。第五是台语文推广，吼，所以台语文推广即个部分，可能有真侪人会上兴趣，就是讲为着要互较侪人台语听讲读写，吼，会达到台语推广甲保存的目标吼。啊，对台语台伫节目中用台语字幕即个部分吼，有啥物想法甲建议？一定有介侪人有即个部分的问题吼，这拢会当来咱蔡幸文所带领的即道吼，第五道来遮来建议吼，甲讨论。安尼目前就是即5道吼。啊，其实即个地道啊吼，有朋友提出疑问啊，我其实一开始嘛知影，因为咱地道啊有人拢是讲地点啊，就伫淡水哦，伫阮淡水地道啊，讲要去占地道啊，就是去地点嘛。啊，但是咱搁想过倒来，想倒来，比如讲世界咖啡馆，即个咖啡馆，因为咱毋是食咖啡的文化，咱文化主体是食茶的嘛，茶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比茶倒啊，这是无问题。啊，你搁来想哦，是安那？人香港酒楼，吼，酒楼甲酒家是大饭店，是正经食饭的所在。啊，是安那？伫台湾茶倒啊，也是讲酒家，就变做有分离的，吼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会当思考的部分。啊，我是真欢喜讲，用茶倒啊，即个本土的概念吼，来转用即个世界咖啡馆即个形式的活动吼。啊，我希望讲今仔日大家来到遮吼，这缘分真好吼，啊会当伫遮交流啊互动，啊咱嘛希望讲台语台袂当干那讲后摆毋知阁有无啦，4个月一定阁爱甲请落去啦，这若无是咱台语人足见笑的代志，吼啊，所以就希望讲各位拍开心内的门窗，啊话尽量讲，好，还真多谢，感谢各位。就时间的关系，即马时间是2:50，所以咱第一轮吼的时间就是到3:20，有问题无？好，无问题了，好，小鼓励者开始，吼，来。
伊也去搬了，搬伊啊。要不要讲那个那么多哈？咱无遮严肃，咱真是三个。够跳的。好。切只要包好，主食后，我然后再刷掉两个菜。30边1分钟，会使，你才先开先，你先。我先介绍一个，对，我介绍。来，加油。那我要对着这个讲，拿着这样就可以，拿着就可以了。先断流，先断流。哎，那个。我加强一下，我加强一下。我讲30秒就好。好。
那我对着这个。圣诞节罗马大街。没关系，你们说什么时候开始？休息就休息。哦，没问题。那我看哪里？我看哪里？好，看镜头。等一下。哦，正开始了。对对，你可以看我怎么样？大家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我是高雄师范大学台文所刘正元所长。今仔真欢喜，和公司台语台会使合办这个活动吼。伫阮的时代，讲家己的母语是一件无正常的代志，这是过去无正常的时代。讲家己的母语，则毋是一件正常的代志吼。啊，今仔这个公司台的成立，我想足重大的意义，毋是讲干那，互台语的人会使有就业的机会。其实更较大的意义是，伊会使推广家己的语言。家己台湾本土的文化，啊，希望啊未来，大学和公司台之间有较密切的合作，啊，会使创造台语人新的环境。多谢努力。可以好，够了。来，再见哈。你想30秒啦，先想一下。我无想。话讲无要紧，来2-3分钟。这点钟互你讲啊。啊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自己之后会卡吗？自己会。无，这不是直播的呢。你著介绍讲你对台语文的迄个未来发展有啥物想法？啊，你就好啊。跟我化妆小姐的化妆。不用。我家己拢无。来，你轻松讲啦，吼，摆起来，你摆起来。OK。来开始，来。你即摆咧？哦。啊，毋过等下，目睭爱看遮。就要看呀，我看一下。所以即摆目睭上在咧做。来，所以开始讲。你即摆对台语台有啥物想法？无，我感觉台语台吼，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媒体吼。啊，要推广台语吼，台语更较普遍。我感觉上主要就是爱营造一个有即个讲的迄个空间，跟听的迄个空间，即款的环境，那会当互台语会当愈来，互愈侪人来接受，啊，甚至会当互伊更较普遍。当咱大家拢习惯即款语言的环境的时阵，台语的普遍化，我相信有一天会当倒去普遍。大概是安尼。你好吗？好，感谢，好来。好，安尼哦。啊，等一下，刚主要介绍，来，安尼吧。来。啊，所以。咱本台迄个常客啊，对啊，我是讲台，咱所谓节目的讲台破口都是你啊。是吗？破口是啥？就是讲吼，啊节目中午下咧讲过啦，啊迄个口叫破口，哦。都是你的迄个灵啊。哦。麦克较悬。麦克爱较悬的安尼。啊，即你即马老师，你对台语台未来展望，啊，甲台湾文化，你有啥物想法来？我想要讲的是讲，即马是伫高雄师范大学的图书馆的楼骹吼，
啊，这是一个半地下室的所在，就像迄寄生上流有无？你有看过无？吼，迄就是一半迄种的吼。啊，这个空间吼是一个半开放半密闭的空间。啊，内底即马吼，我看可能是这个空间有史以来这个台语的浓度上悬的一摆。就是迄台语啊，伫空气内底安尼可好准准啊，大家拢咧讲台语吼。我看这台湾即马迄个浓度，PM 2.5吼，拢伫阮袂当咧讲，就是迄个台语上侪人讲的啊，密度上悬的一个所在啦。啊，我是真希望讲，即款的密度吼，即款可准准的密度吼，会当看甲规个台湾上无吼，咱至少咱原来母语是台语的台语人吼，会当甲咱的喙齿吹倒来。啊，我希望讲台语台会当提供一个，互咱听到介好的台语的一个管道吼，啊无拢毋知要去对找啉，食啉，啊想要补充营养啊，食较营养的啊吼，所以这是我家己的一个愿望啦吼，啊真欢喜来参加，互我会当体会到安尼遐侪人同时咧讲台语的一个状况，感觉足好，足赞。因为阮阿母讲袂当讲爽。今天直播嘞。所以我袂当。不要紧，阮拢是安尼，我拢。既然大家好，我是职安啊，真荣幸今仔日吼会当转来娘家嘞吼。大家好，我是职安，真欢喜今仔会当转来，加算讲转来咱的迄个高师大这后头厝遮，因为我本身就是高师大的迄个台文所毕业的。啊，另外一个身份呢，当然啦，嘛是真荣幸，啊未毕业就会当受到这个台语台的迄个青睐，就对，会当入去台语台做台文编辑的迄个工作。啊，所以讲嘛，望讲未来啦。咱台语台会当愈来愈侪人吼，来做即个台语相关的代志。啊，咱台文所嘛吼，嘛趁这个机会爱加招人啊，招生，希望愈来愈侪人来做这个台语的事工。多谢各位。有啊，刚才拄啊，迄个所长特别交代，佮讲一摆，就是咱高师台研所、台文所一定爱招生吼，咱尽量啊，大家爱来报名吼。咱即马即个直播吼，到即马就告一段落吼，啊在4点20分的时阵吼，咱来做所有分组的报告的直播吼，感谢各位吼，感谢。